咁今日咧就會用一個純棉嘅畫框去畫嗰隻水母嘅，尺寸咧係20×30cm。咁啊，顏料咧係會用塑膠彩。咁今日嘅塑膠彩顏色大致上係呢啲嚟嘅，咁啊大家睇下先。咁畫塑膠彩咧，最緊要準備一兜水先，我哋擺喺隔離。然後咧就準備紙巾。咁畫筆方面咧，我哋會用呢啲尼龍嘅畫筆嘅，同埋一支線形嘅掃。好。咁首先我哋定一定個形先，睇下個水母會喺邊一個位置。如果覺得嗰個顏色太乾嘅話，我哋就加啲水。咁我側邊加啲小腳仔俾佢啦，啲少少嘅觸鬚。如果你冇信心用顏色去起稿嘅話，就可以用鉛筆擦膠嗰啲，咁啊可以改咯。咁睇落嗰個尺寸都係可以嘅，OK 嘅。咁我哋就去下一步啦，可以。咁背景嗰部分咧，我就會用支大啲嘅筆嘅。咁啊，上面嘅部分就淺色啲啦，下面就深色啲咁樣嘅，淺藍色。加咗啲水。
咁啊睇落有啲好薄啊，咁我哋就加厚啲，用多啲顏色。下面部分落啲啡色啦，咁會令到佢再深啲，可以啡加藍。計下時間，我睇下1個鐘畫到幾多。而家洗一洗支筆，因為上面嘅部分我想做少少彩色少少。我哋加啲粉紅入去，夢幻啲咧，咁有啲紫啊，有啲水藍嗰啲色。個深色畫返高啲先。又太多粉紅。少少白色，
好，咁我哋畫嗰個水母嗰個頭嗰部分啦。